韓國實力派演員林周煥之前演過好幾部熱門韓劇，好似《任意依戀》同埋《花樣男子》，最近竟然被爆出喺物流中心做兼職搬運工。呢個消息喺網上引起唔少討論。據目擊者講，佢喺京畿道利川嘅 Coupang 物流中心打工。有人猜測可能因為最近冇新作品，覺得好無聊，就去體驗生活。員工論壇上有人話問佢攞咗簽名，聽講佢之前都有去其他物流中心返工。一位目擊者仲提到林周煥負責出貨工作，佢真係非常認真，對佢嘅印象好好。林周煥所屬嘅經紀公司 Basecamp Company 向媒體承認呢件事，話林周煥確實曾經喺 Coupang 物流中心返過工。公司話呢件事發生喺佢冇拍攝行程嘅空窗期，為咗充實生活、維持生計同埋自食其力，呢個係佢個人嘅選擇，對佢放下身段嘅行為表示支持。目前佢已經無再喺物流打工，專心準備下一部新作品。林周煥自2003年出道以來，憑住型格外形同紮實嘅演技，參演過韓版《花樣男子》、《任意依戀》同《河伯的新娘》2017等多部人氣劇集同電影。2023年開始，佢轉演舞台劇，仲演咗英劇《Gangs of London》第3季。林周煥喺中國嘅人氣好高，經常喺微博分享美食同埋中國劇集，仲喺過年期間送祝福，深受粉絲喜愛。